AI 有害嗎？俾我哋喺60秒內解答。首先 ，AI 只係一種工具，佢冇慾望、冇目標，亦都冇自我意識。真正嘅風險其實來自人類點樣使用 AI，而唔係 AI 想要統治世界。咁實際嘅問題有邊啲呢？錯誤資訊 （misinformation）、深偽技術 （deepfakes）、工作被取代 （job disruption）、個人私隱 （data privacy） 以及帶有偏見嘅演算法 （bias algorithms）。呢啲問題都好嚴重，但係都係人為造成㗎，取決於邊個建立 AI， 使用咗乜嘢資料，以及點樣喺現實中應用。好消息係，研究人員同政府正努力制定規則，進行測試，並改善安全性。所以 AI 有害嗎？佢可能帶嚟風險，但喺適當嘅保障下，佢係一個非常強大嘅工具。下一集 AI 能夠奪取世界嘅控制權咩？答案可能會俾你意外。